你喊！别打了，老师！哟，叶先生，请。好，大家动作都快点，开始拍了啊！ 你们是什么人？好，有，就这样，继续。这个打得不错，好。喂，你来真格的？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老师，你没事吧？来，别停，不要停，继续。这么好，继续打，就这样啊。来，阴僧，你敢打朕，朕现在就杀了你！呀！你喊！别打了，老师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！别打了！救救我呀！阴僧，老师，我错了！杀了你！老师，真是神经病，疯子！停！停！别打了！上次的话都是什么？您别生气了。住手！听见了吗？啊！李环，你真的疯了啊！不知道这样用剑会砍死人？啊！导演，这是什么破玩意儿？也敢称为剑？你一个替身，你还想不想干了？皇帝用的剑，是铸剑师的心血积淀，坚韧锋利，黑檀木柄鞘，剑柄呢是用棉蜡绳缠绕，有夔龙与赤虎相交辉映，无论内在还是外在，无处不显露皇者之气概。你是来干活的，还是来考证历史的？天哪，我怎么会碰到你这么一个主？还想不想干了？不想干，立马给我滚！如果他能做到的话，我一定会给他的。但是他没有做到，那就不能怪我了。你说是不是？就是。爸，叶波，跟我来。那位老者是谁？你是说他吗？他是叶伯的父亲。那个人可不是一般人，龙行虎步，不怒自威。给点力度！哎，他是皇帝吗？皇帝？你开什么玩笑？什么皇帝？啊，也对。不过你说的也是，他是一个跨国集团的老总，所以也算是皇帝。哦，那他真是皇帝。他是哪个朝代的？圣号是什么？我说你这个人真是的，要不然别人说你是神经病呢。我看你啊，真是个奇葩。哼，你这个畜生，不肯回家，原来躲在女人裤裆下面吃软饭。爸，我觉得芬妮她挺好。芬妮好？哼，她好得很。爸。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好吗？怎么不服气啊？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我能对自己负责，爸。
吃喝玩乐，你是一把好手。你要能对自己负责，会搞出这种荒唐事情来吗？他大名叫叶佩，白手起家，做国际古玩生意，后来生意扩张，涉及房地产、药业等。叶氏集团在美国上市，在国际上也赫赫有名，所有人都对他特别敬仰，也特别畏惧。表面上看，家里面风平浪静、和和睦睦，其实这些继承人们斗的是你死我活。你说的也对，在他的王国，他跟皇帝也差不多。太正常了。叶部的父亲，你为什么不去见他？你了解他吗？他什么背景啊？啊？不知道啊。他什么大学毕业的？父母亲干什么的？你都清楚吗？哎呀，爸，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处得好就可以了。哼，每一个人交往都要了解清楚，以免被人家利用。知道了，爸，您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啊。你长点记性啊。是，爸，你慢点啊。再见，爸。老白啊，你的咳嗽还没见好。哎，老毛病了。你的肺啊，都在古董里面熏坏了。哎，没法子呀。这些年古墓里的阴寒之气一直在体内，而我又无法抵抗这些阴寒之气，所以干我们这一行的人呐，这肺都有问题啊。嗯。叶先生，这就是我说的那把剑。这把剑呢，是用折叠花纹钢打造成的剑刃。虽然已经过了1000多年了，但仍然是坚韧锋利。它的剑鞘和剑柄是用棉蜡绳缠绕的。装具呢是夔龙与赤虎的图腾的组合，真是古朴优雅，这正是当年的帝王佩戴。有没有可能，这把剑是太宗皇帝的呢？不是说没有这种可能，只是目前的学术界对太宗氏族呢还没有详尽的了解。我们呢只知道他在莲花山失踪了。这套龙袍有多少颗龙珠啊？整整有1万颗。根据我的分析啊，这些龙珠应该取自于东海。东海龙珠？对，也叫做珍珠。
但从古书里的记载啊，它确实叫东海龙珠。哎，老白，这本古籍研究得如何呀？这本书的纸张啊，很奇特，像是用一种渔网来制作而成的。它既坚韧又不失柔软。你看，虽然过了1000多年了，但上面的文字呢，还是那么的清晰。这些文字看起来像汉字，却又不是。我初步确定的是南北朝的，它应该是汉族和鲜卑族的一种混合的文字，里面既有鲜卑文的，也有汉字。这些文物确定是南北朝的？没错，我是用碳14研究法去测定的，这种测定的精确度为100%。哎，老白，你看这2个字是不是李欢呢？对，是李欢，这应该是个人名吧？李欢，你到底是个什么人呢？谢谢。大哥，怎么样？拍完了吗？这东西真神奇啊！不但可以录音，还可以看到人影。哎，字怎么打上去的？哎呀，翻滚吧，牛宝宝！大哥，我跟你说，你就是一个来自星星的他，这玩意儿是个地球人都会用。喏，这妆画的啊，谁干的？导演呢？我揍他去！哎，你这样找导演的话，导演不给我发工资怎么办？哼，大哥，这你就不知道了。怎么着，这部戏也是我们家投的，爷爷我也算是出品人之一。灭他，秒秒钟。在剧组不是导演最大吗？大哥，你都这样了，一会儿啊，我叫剧组给你加薪啊！谢谢兄弟了，改天我请你喝酒。好啊。今天啊，我得早点回去，因为我老婆过生日。哎呦，大哥呀大哥，大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，让你这么牵挂？改天我一定带你见见她。好啊。哎，大哥，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，要不我送你回去吧，走吧。